转任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统一期 11狮队二军总教练的高志刚今天说，刚开始很不适应新职务，没当教练的实感，但现已叫上手，还不许球员叫他总教练，笑称再叫兵起来。今年球季开始，38岁的高志刚从球员转任狮队二军总教练。高志刚下午于台北大仓九和大饭店举办记者会说，第一次没有那种练球的感觉，因为没有自己实际下去训练，好空虚哦，很不实在的感觉。但春训1、2军分开训练后，他要负责训练计划，开始有忙碌的实感。多一些实务操作后，加上日前到美国进修，高志刚已更上手。不过，高志刚表示，还是要多听、多看，棒球领域一直在更新，只纸上谈兵不太好。高志刚说，现在年轻球员资质都很好，训练上教练永远是辅助角色，重点是球员肯不肯练。或许年轻选手在方向上会不太清楚，我会坐下来好好沟通，等到懂了之后再协助。另外，高志刚希望球员不要叫他总教练，还开玩笑对球员说，再叫我总教练，我就把你冰起来。高志刚表示，现在被称总教练还太虚，你明明2个月前还叫我学长，2个月后就叫我总教练了，老实说我也不适应，且跟选手有距离感，很难好好谈事情，我也不舒服。